恢复本性之自然，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，己利利人，己达达人，挽世界为清平，化人心为良善，济世界为大同。礼运大同篇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，或恶其气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利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弊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恭诵般若波罗蜜心经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蜜多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第一遍，佛说弥勒救苦经。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圆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浑圆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娥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
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引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宗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首，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宗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
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引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娥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宗。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首。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。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宗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娥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
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宗。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十念一遍神通大，十念2遍得超生，十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。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首。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首。爱想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姓女赵洪诗长明，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功转成，公公转转成，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回向于向于天地，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回向于祖向于祖先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回于向于父母，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回向于向于子子女，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。回向于回向于新新冠肺冠肺炎炎疫疫情，情。恳叩请辞，恳恳叩叩请请辞，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弥勒勒祖祖师，师，诸佛菩萨，诸佛诸菩佛萨菩，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慈做悲做主，主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将此将此疫情疫情降到降到最低，最低，不不再再扩扩散。散。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祈求战争战争止止息，息，世所致导，世所世致所致导，导，圣慈昭格采纳。圣圣慈慈昭格格采采纳。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南无无当当来来下下生弥生弥勒勒尊尊佛，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南无当无当来下来下生弥生弥勒勒尊尊佛，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南无无当当来来下下生生弥勒弥勒尊佛。尊佛。好，感谢点传师领任，还有各位前后学导读到这里，那谢谢大家。谢谢国瑞前贤导读哦，啊对读得很棒感谢前贤慈悲哦，我们目前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贤师，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，各位主将，各位听众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愿将此功德回向弟弟赵天顺，网络电视台有一些功德也回向给弟弟赵天顺，祈求佛菩萨慈悲，加灵加地智慧加健康能量，减轻病苦折磨之苦。感谢上天慈悲。